我是带着家族对我的期望，这种想法过来的人，又站在两岸之间最好的开放时机，自己像一个很大的种子啦。我掉到哪里，我都可以生根、上茎、发芽、变熟啊。它感应的精心啊，甚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森林的概念。大學畢業後，詹玉清在當渡河嘅機會之下，接觸了國外有機超市嘅概念，佢就立定志向，從國際貿易上專戰開發國內有機市場。在當強嘅果菜生，到這家灣下要來買奶土買植物，從無法度本人理解老期望，到北美新立嘅有機連鎖店面。一下就封起來，才後漢卡成功轉到大陸市場發展。佢係有機王子詹玉清，這種是冇因為想到，原來掠到5土6葉，未做得變黃金。新竹戶口特別按到大窩口，意思就係講。第三堵行三面風石石，一面開放嘅面盤型瓦體，新竹戶口就係為啲掠到瓦體嘅出入口，就落去按到戶口。這位係佢細細嘅時節跳上跌落，自由生長嘅狀下，掠到回憶，你掠下嘅機係非常嘅救援，交通咁樣嘅方便。未使唔盡阿妹漢菜市嘅路屋，自從阿妹過身以後，詹玉清就當手轉到戶口，差不多10年冇轉了，10年。回來這裡就感覺是一種時光隧道，就回到以前，然後就看到歲月的變化，小時候成長的記憶都是在這邊為主要了。小學3年級就住這裡，3年級3年生，就在這個地方，所以這邊幾乎到你從沒有搬走的都認識我。詹玉清啊！就算因變下個體咧，譬係西裝服着起來，在上家下屋練殺嘅裝備眼中，詹玉清。很係原來嘅乖巧有禮貌，看到人總係像李藏北同樣，大馬寫上了上家門，派落人家大嘴鼓，後國家嘅電影寫嘅寫來哦。哇，這就是我小時候的下課後嘅天堂啊！下擺退班回來了，幫人家吊龍的動台架啊，然後呢，該指頭大家都會趴到隔壁嘅樓檔啊，隔壁的樓上就是我看着天邊的雲彩啊，看着我們那個鴿子啊，熱鴿子啊不一樣啊。藍色嘅天，要當到白色嘅熱鴿子嘅背，就像詹玉清佢當後接權提詞人，當上係自由自在滿天飛嘅心，第五卡。拜體色嘅機，聰明精靈，細細嘅時節，烏克蘭最識佢，學校嘅功課也從來唔是烏克蘭少。你看小時候他是那個蠻聰明的啦，但是個性方面都很蠻激動，那個很積極啊，但是他反應各方面頭腦都很好，就是從小就一直讀書啦，就很認真啦，出世在戶口嘅漢語世家，屬北鄉體也大體係種意思，為到屋卡嘅頭路係穿下去。詹玉清從細就本應白丁，來排湯頭過節，
老本草纲目，对各种嘅药材老药方也通通会彻底了解。所以我们常用的四物汤嘛，本方是六味地黄丸、八珍汤、十全大补，就是像4、6、8、10全部都有，像这个四君子汤，它就是这样，四君子汤中。我接下加速嘅汉语传统，在正式大学共强行政学内毕业以后，3月前就担任牙买加旅游老贸易投资代表，坐定飞行机伫天堂杯看世界。就伫按渡河嘅机缘下，接触到国外嘅有機市場，才開始有了全台灣創業嘅想法。民國82年代啊，我哋家徒也有在這個信仰啦，有去跑佛堂，我家退伍嘛，都要退伍，渡河有隻機會啦，機會講你想要來創業，創業。家有隻機會去民間嘛，民間過境，到民間看到啲東西，民間做了，我會做得啦，等我這個短暫的任務結束之後，我轉來台灣，我講，啲東西做，加台灣當流行嘅素食餐廳，素食餐廳順便又。要素食人口動到啊！你大白也去吃全素啊，是吃素食的時間，是看到幾多山順便買個就跟一堆小麥炒粉那啲東西啊，看，就安樣做嘛做得，可是可能民間的方式係很完整的一家店，所以我想，我就問我一家間佛堂誒，嗰條人啊。佢講我咧做得咯，一個動火的事業，本命還是啥的，我較多有咧店面啦，賣咧店啊，還是都不用敲，開始提起見，開出來，我媽講，你也開乜個店？我講我係賣菜啊，我媽講，你賣菜，你用是偷太好經驗咯，你用是安樣做咯，我講。冇啦嘛，買冇窮樣嘅啦，買個冇農藥，馬賽相信你來冇農藥嘅啦。天法總講啊，家間都副口味嘛，我講嘛，你等下做人是啲嘢，嘛個意思。雖然親朋好友有前多反對嘅聲音老想法，不過喺阿妹老阿哥嘅支持下，3月前入氣球。在台北板橋開了體驗有機食品的小店哦。這裡松柏街板橋來很愛體驗店呢。那時候這邊因為產品沒有那麼多嘛，所以都是放那個各種種子啦，各種那種黃豆、綠豆啊，各種芽菜類的東西，還有那邊土壤啊，這些都賣泥土的。那邊呢擺一大堆這個。澎湖絲瓜洗澡用的，因為沒有東西擺，斗笠、水瓢，我去我阿公那鄉下那邊買那個水瓢來蒲瓜剖開有沒有，把它曬乾那一種，真擺，因為沒有東西賣嘛。然後這邊就是，那時候我喺這邊做了一個樓中樓，從這邊隔開做樓中樓，樓中樓。那因為我們這比較挑高做樓中樓，然後中間做一個樓梯坐上去。那時候就是因為經費有限嘛，所以我都自己 DIY， 自己釘東西啦，自己弄，包括我的櫃檯在這邊我都是自己釘的收銀機，去拿那個回收木啊，就是組合木，就是人家那個貨櫃的那個，把它拆開那木頭，有些有釘子把它鋸掉嘛。要把它組合成一個桌面，每個人進來看，你的店很特別啊，有沒有要找個暗醬哦？我說要去個檔然後把一些那個紅酒啊，那個木頭箱，把它當成是抽屉，就這樣開始做我的第一家店。在這項創業嘅初期，台灣社會對有機食品嘅認識
还是非常嘅生疏，所以詹义庆直接出国干务学习，留最新嘅知识观念带转到台湾，走遍台湾嘅大小农场，到农民样板种植有机蔬果。在佢嘅10万推广之下，台湾嘅有机产业开始受到重视了肯定。佢也因为咁样，本国媒体准宣为台湾嘅有机王子。所以你係咪看到朋友當球冇看到呢？你會請佢食，冇請佢食酒，冇請佢食那對酒，冇請佢食那金利湯。好，金利湯就是我們等會好久不見的最佳保健飲品，自己可以做 DIY 自己做。不過，在詹義慶事業成功嘅背後，是孔有基一生冇法度唔記得嘅遺憾回憶。子欲養親不在嘛，是安樣啊。你話有個講這咧，你特別唱歌，唱咪上到阿媽唱，教你嘅歌，我媽媽佢係天生很會唱歌的人，所以我常常對她的思念是去。在唱歌的時候會唱他教過我的歌。詹義慶嘅事業開始慢慢的起步，不過一直繼續佢嘅阿妹，是為到天書點讀宋謙本人。來發生不幸嘅車禍嘅過程時，本佢到今心肝頭還時時為熱定。其實我從小媽媽同她一起生活啦，她對我激近於溺愛，這我也知道，你老隔壁嘅上超甚至於上大細細個，佢全部直接跳出來是。到隔壁來最好大罵一頓，所以你看到東江啊，這個媽媽吼，因為媽媽特別係屏東人啊，伊就改福隆人嫁落客家種，佢這個壓力動態，這個阿爸又是屬於下母按家庭責任感的人，阿媽媽這個離開顧世界細哦，愛等細，讀書等強，又。當體貼，當解，所以媽媽對我那個當上來啦。這個媽媽要是你咋講誒，這是很多人的遺憾啊，是哦。子欲養親不在嘛，是安樣啊。你話有個講這咧，你特別唱歌，唱咪上到阿媽唱，教你嘅歌。我媽媽佢係天生很會唱歌的人，所以我常常對她的思念是去在唱歌的時候會唱她教過我的歌，基隆山之戀啊，給人說哈，你賣嫌我走路嘛，類似這種歌啦，就是那個時代的歌，這是他非常他時代的歌，好。老朋友歡喜長樂大道時嘅時節，詹義慶總係一生人唔生唔知，點一條阿妹最中意嘅歌舞，在內昂殿下一生人唱嘅歌舞，這個對阿妹嘅思念，就像倆到老歌，不管過得幾久，都唔會唔記得。摩天係詹媽媽嘅庇佑，阿妹過身以後，聽đến來嘅係台灣經濟起飛嘅大好機會。詹義慶嘅事業
咪好到冇天理。短短2年内，直营店、老加面店伫台湾满哪都有，咪卖起有几价比。不过，就伫生意平平滚嘅时节，其实好点点国上，你也唔会去上爱嘅身份。当一只事业如落做入台以后，你会发现讲，我喜欢有机事业，我喜欢这样总会就是跟土壤接触、跟农民接触，去卖给消费者你很有信心找到的东西，让消费者分享怎么去吃、怎么去用，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啊。所以我看到东西，我觉得这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心情啊，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会累啊，不会起头甜。但是当我去处理我的公司越来越大，店面50多个店面，那么多的加盟店，那么多的直营店，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这一些，已经超过我本身的对于这个本身的那个嗜好，它已经变成不是喜恶。咩好唔好的问题，你係一家责任的，你係一家要带一群人的家庭，500员工啊，那个家庭啊，那是有社会责任的、啊。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而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想要压力越来，然后入台，所以我保密让我股份把它卖掉。在经营管理上嘅冇顺时，由于参谋。本质上係放棄了一項事業，不過回想起多年前土生新天山時嘅川輝師傅，在北平嘅個性前是乾話機，講做有機烏托事業係一項功德，而老機盡做係中性嘅事業發揚光大。這以前兩時曾傳出新嘅想法。希望做啲下鄉開發很下多健康烏托嘅有機商品，而且自己慢來去拜訪嘅時節，熟識了幾個布料。那時候是阿嬷喜歡他，勝過於當事人，因為阿嬷覺得他的個性樸實，那很有客家人的本色，那時候是這麼覺得啊。那他也很勤勞，這坦白講，真的是他對於一件事情的專注力，我覺得很佩服。這個是我覺得他很大的特點。一個是打有一點粗粗的。哦。你等下先講的 A 跟 B 的差異在哪裡？甜度。B 的比較甜。A 比較淡的。還有燕麥的比例，我們自己燕麥。放棄所有嘅台灣店面，曾以前開始專心地有機食品嘅開發。每項商品，佢都詳細來研究知識，通過利用有效嘅通路，讓商品成功打入台灣各地嘅有機商店。我哋想開發的東西呢，台要以有機、綠色、無毒生活為主，所以呢，在生活上我們所需要，比如說早餐類的，我們就有各種沖泡粉類，哦，五穀粉啊、芝麻粉啊，哈，韓國的誰啊這一系列的，就瘦身養生系列的東西，哈，韓國呢有呢啲嘅。零嘴零食，哈，是大家嘛會食到健康零食啦，所以呢，冇防腐劑啊，沒有色素，沒有香料，仲咧，而家上流行嘅個流行嘅咧小紅莓，哈，葡萄乾，哈，嚟到你嘛自家進口，哈，嚟到食品，韓國呢都有所謂的比較特殊的健康營養代餐，哈，像這個鹹粥啦，營養鹹粥啦，哈，韓國那個南瓜粥啦，哈。韓國的所謂的各種有機咖啡有機咖啡系列，全世界等好的咖啡粉這全部有機認證的這一類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你去咖沃卡生活日用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像這些油類的各種油還有鹽巴
天然味素那这全部是酱油等等的，全部就是所谓我们生活上面必须的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去开发这些东西2016年，3月10嘅有機商品成功外銷到大陸市場，當地嘅有機商店和平常寄到廈門擔任顧問，本期開始上到為是中國大陸發展嘅計劃。廈門係中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嘅4個經濟特區之一。同時也係台海兩岸區域性金融、貿易、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嘅合作示範區。不論語言、氣候、實測，也係人文環境，都讓台灣上場。經過深度評估以後，3月前越來越有信心，因為兩位係記做的重新開始嘅地方，最尾選擇廈門台的免稅商店。作為大陸事業嘅出發點，對，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批發的地方。大燈島是對台灣來講是最特殊的一個地方，它是一個全中國唯一的一個免稅商品的對台免稅商品小額貿易的開放的一個市場。你要西衝去只一個好處是講，你東西落來，是經過這個正式貿易的方式，因為這個貿易會讓我們的產品，每次的量都要變得很大量，但這一面它是小量小額貿易，意思是講，你一點子走去落來，走去試試看，走實驗的為首，所以這個批發處對我們來講的意義是屬於戰略位置，非常的重要。有了台燈島基地。3月前開始嚴轉過去嘅鬥志，認真思考怎樣去進軍大陸呢地南海市場。上海係中國最大嘅城市，也係全世界最大嘅城市之一。3萬建設變作金融、貿易到航運嘅國際中心，因為特殊嘅歷史背景。使到上海對新興產業嘅包容性非常嘅強，係最站嘅企業基地。3月前就喺2012年，喺上海開咗第一家嘅直營店。將創業嘅初期，3月前走透大陸所有嘅商品展，總係有一線希望。各樣嘅人，各樣嘅嘢，佢都會親身下去做，噼啪去揭。就希望本客當然了解有機的綠色理念。來接觸詹總的時候，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慢慢了解，從到產品啊，了解到目前現在詹總公司在中國的一個佈局的情況，然後進而就是認識詹總更多一些。時間不長，但是很多大家可能在想法上啊，可能更多是比較屬於這種詹總屬於比較有理念性的這種老闆嘛，那我覺得大家溝通還是比較愉快所以希望也是不是也有一些我們在這裡的一些資源啊、經驗啊，是不是可以讓大家大家都是台灣人在這裡嘛，然後只是我們比較早進來，然後也吃了很多苦頭吧，對，然後所以說希望是不是可以把一個有意義的東西，也借着這樣子一個合作或者是一種共贏的方式，大家也可以順勢的可以把一個好的東西，把台灣的好的產品啊，甚至把一些技術啊，甚至一些有機生活的概念，能夠帶到這樣子的一個華人領域吧。在大陸發展期間，完全上述嘅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嘅差別，每本3月前經顯明台灣和大陸市場嘅異同，很可能讓嘅運用自家的台灣嘅經驗。所以有限嘅時間，佢就會到各地嘅賣場觀摩學習。所以我會很注意很多新的這個店型，新的營業模式，新的人家的商業操作方式。那你要足夠吸引人，又不可以把主角、主成分把它亂掉。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停的学习，找到新的元素加进来，让我们的电有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电型不停的所以这也是学习啊，知道不足嘛。大陸到台灣要完全冇同樣嘅市場文化，對任何台商來講，都係一隻全新嘅挑戰。詹以前就預示自己有豐富嘅連鎖經驗，攞飽滿嘅好奇心，透過連連沙沙嘅觀摩攞企業，對大陸一步一步嚟發展升級。空中背影嘅詹以前轉到台灣嘅屋卡，對自己生意嘅教育，咪係要求係腳踏實地，下鄉行天涯。有機戒指啊，你看，超泥土的香味啊，有沒有？好臭！哎呦，這就是有機啊，對不對？對。你看這土壤，這很肥沃，對不對？所以这一路走来，战战兢兢啊！但是我们做绿色有機，也就是为了要人家食安嘛，食在安心，要吃得很安心啊！所以呢，昨天我有短短1-2年內，詹以前喺大陸開了10個間直營店留台理上，又降心到喺台灣經營嘅時間，人事管理嘅負擔留壓力。佢開始聘請專業經理人來協助管理。東莞、亞平、南秀，然後山東、威海、深圳到廈門，全部就哈，覺得每一個都是獨立這些單位啊，讓他們自己去拓展。我們靠就是所謂數字管理啊，不是管佢要慢走，因為台灣有台灣的模式。你用台灣因會上海做檔干區，搞個做電台，大家因全部你去設計啊，伊會管係啊，你給他規定他怎麼做，冇好。我們用成本去計算時候咧，按樣個了錢，按樣做得，按樣你會存錢，我本伊存錢；你會寄付，我本伊寄付。啊，你有未來，我本伊未來，我們可以規劃。所以所有員工。我都是採取幾乎100%的信任。接下來人想到哪支豆漿？他是真的很熱愛他自己的這個事業，因為他一直都，他有跟我講過，他說你對一個事業也好，事情也好，你最大的動力就是你對他的熱愛，你才會堅持下去。所以說他很堅持他做很真實的東西，就比如說他會很強調我這個東西裡面的植物它是對人體一點害處都沒有的，我是全穀物的那種。所以說我們就是也比較放心這一塊，我們自己對給顧客也很有信心嘛，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品牌，我不是說那種瞎說的別人的東西啊，我告訴你有多好有多好，我自己又不知道的那一種。就是產生很多的病毒啦，所以那個也告訴你不要吃太多哈。OK， 今天呢，我們講這個就把它。剛才大家吃那個燕麥，有沒有覺得非常的香？就算有青島店面到員工咧，詹以前也從來冇人認為自己係大頭家，店都係自己作起微信群，透過社區廚房教室，老有機概念，透過最神奇又簡單嘅方式，介紹本菜題嘅民眾了解。很精彩，也很風趣，就是在這種就平平常常的語言當中，就是讓我們就是不知不覺的知道了很多健康的知識。我希望這個課程能夠就是經常的在這邊開展。我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做的產品不用那個添加劑，因為現在我們在日常使用中，很多的產品裡邊都有添加劑。很小一個例子，包括詹總生產的一個小小的餅乾裡邊，它都沒有使用添加劑，這個是讓我感覺到很敬佩。
准备来办馆呢。公馆虽然都是有精力。飞来飞去做生意出彩嘅生活，对青岛人来讲，恐怕系当甜嘅事情。不过对詹玉清来讲，那好嘅健康嘅概念，慢来传播本乡下岛人啲，该系一件当快乐嘅事情。总系安样嘅生活，为牺牲到自家老屋客人相处嘅机会，还系本机取到当挂掉。完好轻松嘅段夫，休闲嗨，转到屋卡嘅詹玉清，每讲故事，记住会计为派嚟成日咧到郊外捞散花去市场茶嘅何阿伯。因为他在外面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回到家里面就像度假这样，就回来就是回到他的床洗澡看电视，就跟一个旅馆差不多。那是以前啦。那后来小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比较多时间陪在小朋友的床边，那也没干嘛，就是这样看着，然后陪着他，拿他 iPad 这样翻啊翻啊这样。其实没有太多的语言的交流，但是那个回到这边真正放下心来的陪伴，我觉得就是这近几年他回来家里面他的表现。去到哪个城市都要想起老婆，老婆才会觉得说，好，那用什么来表示呢？就是你买个咖啡杯回来就好。所以我就想，因为你每次到每个人都要买个东西，那很难想啊，对不对？所以以后变标准 SOP， 就是你要买一个他的咖啡杯，他喜欢的咖啡，像这是北京的哈。这福冈的，福冈的，这苏州的，这韩国的。哪里有韩国的 ？Korea。对。哎呀，这就是西安的，那时候在宝鸡工作的时候。詹玉清讲，小小的动作当简单，不过要用心去琢磨，那就差当多了。也就来讲。全台湾係講還有當多事情來摸慳，不過係講做得，佢咪一天到半樣子午帶啲順便，強下來出公差，變做係南海一種嘅教育，來派成人嘅方式。我不知道。那個鳥啊，哦，你看，你看燕子，是燕子還是白鷺鷥啊？白鷺鷥吧。它成了人字形呢，哦。对啊，菇菜啊，这上面会。菜花。菇菜花对吧？啊，那就对啊啦。好，那都有杂草有没有？这就是都没有用那个除草剂，它这样拔的，是不是啊？啊，这是有机的，这个有机介质啊，哎，你们看，也超了。泥土的香味啊，有没有？好臭！哎呦，这就是有机啊，对不对？对。你看这土壤，这很肥沃，对不对？他们这样成长里面，我就是把它当作是朋友，就是朋友。1个月大概回来大概7到10天，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礼拜6、礼拜天，我们就一定要回家，然后陪小朋友。这个就是生小孩出生后，他有一个基本的默契啊，就是说这个礼拜6、礼拜天就是家庭日，只要我有排事情，他就会很不高兴。那当然我也知道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但有时候回来台湾就是这么几天，所以就不得不去工厂、去农场、去什么，不然的话我也没办法去接触，时间也不够。所以这时候我就带着家人带着小孩子这样一块去参观工厂，生活上或者是身教或者是什么的方式，让他知道说爸爸妈妈很辛苦在做这些事情。那这样的也培养他某一个可能性的潜能呐，让他去知道各行各业的生产的一些比较方法还有或者说跟人家
对谈、交谈之间的那些应对进退啊。你看，一颗只有一根，有没有？那另外一根跑去哪里？它应该有很多根的，他把它拔掉，知道？留下这一颗，一颗就养一个，所以它会长大，会够大。大摆来到农家，透过安样嘅体验教育，唔但像做呢本成人嘅亲身接近大自然，突记到享受天然自然，每本记到感受生命嘅四季节气。地方让嘅是爱护台湾呢一片土地，天天咯，老有机嘅概念传播下一代。要回家啦。有机农业遵循自然法则，提倡冇污染嘅栽种，为本意识到健康又安心。不过，也常常有到突然下嘅小意外。说在这边种，完全就不用水，不用什么，它自己自地自生。哦，你看还有虫，刚刚哦，一定是有机才有虫。哦，这个东墙我们都把它。对哦。虽然同群嘅事件占喺生活嘅一半，不過熱愛大自然嘅詹玉清，天作為想辦法走航到附近嘅公園去行行運動，表現一下無限切磋嘅信心。你嘛要請到一架市到下舒服嘅位所啊，來放鬆啊。照身體啊，要來從咧東莞咧公園蕩河。还有庙啊，有古庙，有湖泊，有嘛个公园荡河，来运动，疏解一些压力，哈，这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长久的事业嘛。所以过来运动，而且这是我可以持续的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冇安养吼，愈行冇人，身体冇健康嘛，你做了健康的事业，比较推广，你。如果冇安樣來維持自己嘅身體是冇法度嘅。不過，詹玉清對有機事業嘅推展，從來冇停下腳步。也見呀咯，佢喊卡老東莞台商協會所辦嘅倉儲批發賣場合作，加速擴展綠色版圖。看到基都該走很腳踏實地哈，年輕人哈。还要一步一腳印，在專心這個全力投入這個事業，我心裡受到一些感動啦。所以後來我就鼓勵這個詹董，就說你一定要堅持，一定要把這個好的事業要發展下去。所以我就義不容辭的，他需要什麼幫忙我就全力給他一些協助啦。還要走，來講也2年3年要走下來我覺得也詹董佢也逐步的實現了佢。當初那個條路講做嘅事情，都慢都該做到咧。因為開設嘅店面越來越多，詹玉清開始翻到轉來啲中國大陸來侵略新鮮嘅食材，慢慢去探訪冇污染嘅有機農。對啊，從甘肅移到這邊上海，的氣候差那麼多。對啊，這就是我們今年開始先。哦，是。都成功了，成功率還蠻高的嘞，一般甲質它的存活率跟那個其實蠻高的，就是必須要多1倍的人力成本。去農場的時候啊，因為我們講那個綠色生態無污染所以我們會看它這個環境周邊環境才是重點，有沒有用除草劑，然後有沒有這一些所謂的這一些它的生態指標的一些的生物樣，比如說這個浮萍這浮萍長得很豐茂有沒有？比如土裡面有沒有這些蚯蚓啊？還有這個周邊有沒有這個魚蝦啦，或者是那個青蛙，這些都是很好的一個指標啦所以我們看這個表示這個是非常低污染，非常低污染。
不然它这个不会长得这么好啊。当然，张玉清提出为到配合嘅农场看看啊。一方面係实体監督食品嘅安全，二方面未做得探看啊農民嘅欣賞。就算數垃圾咧，汗流墨落咧，總會做得親眼看到，掠到本親手生產出來嘅健康好食材，佢就會心情當好，當快樂。这个对啊，你说在这边种，完全就不用水，不用什么，它自己自地自生。哦，你看还有虫，刚刚哦，一定是有机才有虫。哦，这个通常我们都把它，这个虫呢，平常我们在有机农法里面一定是叫用手抓的，啊，用手抓的。那不然的话，一般玉米呢，它这个系统性农药整颗整株都有药，所以玉米一定要吃有机的。那你看啊，看到虫还没有关系，你要看它是活的，好，因为有些人看到有虫他会弄药，然后死在里面，所以你看到活的、活力无限的虫，啊，这才是真正所谓的没有污染的一种玉米，好，所以这不要怕，它就是那个嘛，它也不会怎么样哦，对啊。他用生命帮你鉴定他有没有药啊！啊，你要感谢他啊！迄就是咱的红薯的地啦，啊，搁较贵就是种种安地啊。從小好交朋友嘅詹玉清，在大陸嘅每一日，除了3萬推展事業，佢講最大嘅數目係啲安樣嘅歌唱隊，結交嚟一群興趣感染合嘅來嘅朋友，共下分享生活嘅理念老態度。经常有去買他們家東西，不知道那個是他們家的食品，因為我本身是一個不吃葷食者嘛，然後剛好他的產品裡面全部都是素食的，那每買一樣東西回來，我都喜歡跟人家分享。那甚至朋友他喜歡吃他們家的東西的話，我也會特地跑去大麥克去買給他們吃啊。啊，那天在這邊做了幾樣菜啊，然後他也很會，恰如其分的啦，給我適當的一個讚美啊，所以我就做得不亦樂乎，就這樣子啊。然後最主要是他為人風趣，我覺得跟他在一起的話，不管是做人或做事的話，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各位觀眾，請要了解，前面這一位詹義清先生可是台灣媒體界號稱有機王子哦。老了所以叫有機老王。按不透，老幾個台上好朋友，切到嘅棒子嘅菜，思想嘅苦，未啲講笑中。甜甜的散起去，詹玉清講，好得還有兩群朋友，係麼？當日盤點政府卡嘅機，唔知係樣嘅度過啲兩位嘅漫漫長夜。我在看我微信上面過去然後東東我也記錄啦，我的記錄，就是因為我做了很多，自己去哪裡都很喜歡留一些紀念，包括像這些機票啊，去哪裡我都會留機票啦，然後我都會把它翕上去啦，做隻紀念啦。東升起來看看，哇，成都、內蒙古、呼和浩特、赤峰，個月起碼有10張左右，所以一年絕對有100張啊，喜年郎呀。400多張，其實我去看想，這就是所謂的商旅啦，就是在商業推廣之中的一種旅行。我自己也喜歡啦，雖然不用很辛苦啊，不開始先公司特別公司嘅先結股啊，當然啦，你嘛強用啦，我就感覺轉移心意那樣的方式去配合哈。那畢竟我是帶着。台北公司、貴家公司，包括父母親的期望，包括家族對我的期望，這種想法過來的人，又站在時代兩岸之間最好的開放時機，全中國這個富有的時候，你過來推廣這個，需要一些概念才能夠
才能够消费起的产品，所以我知道我责任很重大。研究有效履行甘肃省法嘅张义清，在大陆嘅4年內，有機店面已經擴張到大陸嘅40人隻嘅省市，大約有80人嘅門市佬代理商。佢講現階段佢嘅任務已經完成了，佢咪想愛天天咧推廣到後輩，覺得我佢自家想愛過嘅生活咧。这咖啡馆我本身很喜欢呐，以前在台北也开一个大型咖啡馆连锁系统。那现在呢，虽然在做这个事业，在做通路的开发哈，那如果说这个又叫回收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就让两边的店长来合资来开这个咖啡馆小毛驴咖啡馆，让自己有一个休息一个心情转化，还有一个不要为五斗米折腰那种感觉，还有成为推翻工小确幸，一种幸福感谁安用？所以弄了这个不计较成本的小咖啡馆。自家來排，自家來磨，張義清老人生中嘅遺憾、失敗、慷慨、樂善，一點一滴留佢提煉出來。一開始冇聽為小可帶到順苦，不過落在以後，就變做甘順順口，用扭扭陰陰嘅咖啡來體會甘甜嘅人生。從細開始當學看，熱夾到到天堂背，嗰個感覺當自由當好。我希望呢，我到60-70歲噶，我有小可的成就之後，我就會爬到登山堂的時間，駕着滑翔翼往下俯衝，展翅高飛，看到該所有一切那種飛向天涯海角的感覺，這是我最向往的事情。從細的時間，看熱夾我的天堂個飛來飛去，底下。才變做自家因為出差旅行，才在世界上飛來飛去，兩種夢想達到了。同時，在亞洲各地為下一粒一粒嘅綠色嘅人呢，讓沙氣共同建立起，讓土地共生，讓自然共存嘅有機概念，感染出張義清一生人美好嘅綠色寒窗。